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礼拜六就要进行9合1大选，即今早起台北市长郭文哲和黄珊珊做回扫街拜票。郭文哲讲，伊真烦恼，强调台北袂当登去过去迄样。不过，但是中认为，即郭文哲做市长做8年，互台北做甲变甲跳吊车尾，伊若讲这烦恼拢无效啊，就爱换人来做看卖。另外，因为这较真正是袂当出门投票，加上这天气好歹也影响到投票率。国民党的蒋万安是呼吁市民，不管安怎样，就算是透风落雨，拢一定爱出门投票。谢谢，多谢，谢谢，大家好，谢谢。伫花莲摇手争取支持，兼任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吴董籍黄珊珊做伙扫街拜票。9合1大选倒头算2天就要举行啊！这嘛代表执政8年的瓜市府就要卸任换人。郭文哲讲，伊是真烦恼，因为台北袂当阁退倒去过去。我真的是非常焦虑。2018年我自己选举都没有那么焦虑，你知道吗？我每天7点半这样辛苦工作8年，你知道，我内心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台北不可以再回到过去那样。那8年来，他交出了一个台北最后1名的成绩单，现在担心没有用，换人做看看才是重要。不是只有单纯的去街上跟人家挥手，重点是台北市这8年改变了什么？那当然下雨一定会影响大家出门哈，但尤其不太喜欢在外面淋雨。选战就伫要到啊，煞无介好天，加上较真正袂当出门投票，就惊地区投票就降低。那蒋万安是积极催票，呼吁市民无论是透风落雨，拢爱出门投票。剩下48小时，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你的这一票是决定我们下一代以及决定台北未来非常关键性的一票。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来投票。针对政策白皮书，黄珊珊甲郭文哲做伙上直播节目，伊认为讲伊是拼性命甲写出来的。那其他2对手，毋是一张 A4 尔，都是敢若标题无内容，嘛批评拿捏，无爱讲政见，是无互人知影因较袂晓的所在。针对这点，陈时中表示，无可能每一届拢甲200外项的政见搁留一遍。那蒋万安回应讲，尊重郭市长的发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争议一直在逼。国民党的林经玲加民进党的沈慧虹是搁再批评高虹安助理费争议，根本就是这涉嫌贪污，无能力来治理新竹市。另外，网红四青鸟继续逼讲高虹安的立委办公室发生几落件性病事件，也公布内部的录音档案。不过高虹安是讲无听过，无度做判断。选举剩2天，新竹市长的选战拍甲热刺刺。最近争议缠身的民众党高虹安，去互网红四青鸟逼空讲伊的办公室，毋那是有一摆性病事件。23也阁公布因内部约谈的这个录音档，讲是高虹安爱资遣另外一个助理，主管伫讲话内底来施压助理，讲头家身后有这个红海200-300的法务咧支援，希望讲助理毋通甲代志甲闹大。目前所流出的录音档，其实我自己也都没有听过这些录音档，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那我相信呢，这一些事情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争议的话，其实当然可以用司法来做解决。高虹安建议讲，当事人之间都要讲个清楚。不过高虹安的争议毋那是这个性病事件，还阁有助理费的风波。国民党林经仁说咧，假条咧这个自愿交公积金的讲法，讲这是甲正常的逻辑无合。也若进前，互民众党开除党籍的竹北市市长候选人林冠年，伊伫个24去北检，交搁较侪这个亚康的人的这个资料。立委2年，一个不到10人的办公室，都可以搞出一堆问题。请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治理一个城市？这一路以来，高虹安涉嫌贪污，遇到这些事情就是切割，就是卸责。这样没有资格担任新竹市市长。林经仁嘛批评林志坚、沈慧虹主政之下，新竹市有乌箱作业、偷工减料、施工的品质无好3大问题。高虹安搁再讲，新竹市的这个野球场有18项缺失，爱沈慧虹出面拄来面对。不过沈慧虹强调讲，所有拢有咧拍拼，无希望讲这个正对的喙烂来抹黑市府的拍拼。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礼拜六就是要投票咯，总统蔡英文去到基隆辅选，而且俄罗林油厂团队甲蔡适应的拍拼也个建设。也若讲到国民党的社公牛是沿路拜票，还有个阵营唔通再出怪招，若准无这对台湾的民主是造成真大伤害。气象无袂记哩比出大的衫。凭登记3号，基隆市长侯彩婷蔡适应，基隆新地标基隆塔都未完工，有个年底试营运。蔡总统致辞时也带领俄罗林油厂团队，甲蔡适应努力建设。每一项的重大的建设都是在邱昌市长的任内，提出完工。那么建设的进度呢，能够这么快速呢，不只是我们基隆队提出来的计划有可行性，也是因为有蔡适应委员，这位最佳的队友的帮忙。基隆的建设从来都没有间断过。选前最后48点钟，国民党基隆市长侯彩玲、陈国良积极扫街，也呼吁各阵营唔通出什么怪步。若讲出什么款的临时状况，对台湾的民主是真大的伤害。在最后48小时，不要有太奇特、太大的什么动作。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什么怪招了哈。我认为这个是维持民主的稳定性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老实讲，我还没想过什么怪招。从我以前选举到现在，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过去右昌市长8年立下了这个典范，让市民称赞。我也希望未来适应能够接棒的时候，继续维持这样的典范。我们一直努力的，好好的做事情。那至于我的对手，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出来。蔡适应阵营将伫选前之夜推出手牵手互基隆活动，暗时18点18分停18回公民权。陈国良表示，选前之夜会办游行造势，下阵中正行已经有路线，缩小伊的路线范围，希望无造成交通阻碍，也无爱甲对手阵营路线相踏，尽量维持选举和谐。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继续伫咧降，喙암禁令头一个阶段要来放令，就是这户外免挂喙암。指挥中心今仔表示，上紧伫后礼拜会宣布政策，按算12月初施行。不过，这新历过年的庆祝活动会另外做规范。也若讲到有人要发起针对这禁止确诊者投票要来提出诉讼，发言人曾仁祥表示，禁止出外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影响人身自由加投票权，这是两件代志。工作人员替民众手部进行消毒，佮提醒新娘体温，稍时连制，各挂喙암才会当进场。这是去年各县市举办跨年活动的防疫规定。今麦国内疫情缓和，喙암令第一阶段放令，户外免挂喙암。指挥中心上紧要伫后礼拜宣布12月初实施，也毋过跨年规范会另外公布。到时候还要再看整个疫情的状况，有没有这些变异株入侵引起流行，以及就是说我们这些呼吸道病毒是不是又有在反弹的一些情形。到时候可能会针对这些大型活动，要不要再进一步的提高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再做讨论跟公布啦。选举投票日剩2天，指挥中心宣布，确诊者袂当伫隔离期间前往投票所投票。有民众想要针对禁止确诊者投票提出诉讼，对此指挥中心讲，禁止外出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禁止外出，所以它这个是依传染病防治法这边所影响的是人身自由的权利，跟投票的权是属2件事。另外，莫德纳 BA.5 次世代相关疫苗已经伫10月开始做。指挥中心阁宣布第2批莫德纳 BA.5 疫苗在期来台有61.3万剂。目前已经完成通关程序，会直接送到指定冷储的一个物流中心做后续的检验封签作业再提供民众做追加剂的使用国内离世增加16005例本土，37例境外移入，加65例死亡，中重症也增加132例。另外也增加2例儿童重症密死，上细汉是6个月10半婴仔，伫确诊20天了后发烧起诊住院，有淡薄仔心包膜积水，目前由院伫一般病房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去年7月，澎湖有一个76岁渔民，家己出海要掠小竿仔出来失踪。海巡顶单位只有找到渔船仔，认为人已经跋落海。过4个月后，伫日本的南加沙区有一个少年人伫海边啊发现一个水流尸。日本透过遗体骨头顶，请附近的国家比对，落尾今年8月。这个遗体就认定讲是澎湖失踪的迄个渔民。最近家属也去到日本，甲连骨请倒转来。
去年7月，亲友正着急伫港边等，又过回港的时阵再发货。船顶76岁姓张的渔民已经失联，敢若剩鱼血甲整理过的鱼具，海巡甲全村的民众出海斗找找，也是找无人。1年后发现遗体已经流到日本。伊安尼叫伊去对，对是对死，骹吼，这个写这个大腿哦，一支腿啊。一支腿啊，写在日本，两字拢足明的，安尼啊，搭原遐囝讲安尼是。大坪湖西屿乡姓张的渔民，去年7月27出海掠小港，好亲像开船的时阵落落海，船伫康卡斯互人发现，毋过找无人。同年11月23，日本长崎县五岛市有人发现一具尸体，敢若剩两骨、坐骨甲大腿骨。日本比对毋是日本人了后，发现遗体有锭骨钉，使用的材质大部分销往台湾甲南韩这所在，并且韩国比对排除了后，才搁找台湾协助。经过1年外追踪，伫今年8月底，由法医研究所比对出，就是失联的姓张渔民。根据这个骨钉的这个医疗器材的编码，他就去查有销往台湾、中国大陆、印度跟南韩。那南韩跟他回复说没有比中，日本警方就把这个 DNA 呢，这个送给我们。法医所表示，家属捌因为只认过一具无名尸 DNA 有见动，国家日本正积极，才当顺利确认死者身份。最近家属前往日本，把骨灰领倒转来，互老渔民总算会当倒来平湖的厝。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9月发生一个真惊人的社会事件，就是屏东旧树乡有一个超商查某店员，因为苦劝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叫伊莫伫咧超商门口食薰，却互这个查甫人攻击，甲伊乌目睭。落尾法院一直信拢依照伤害同伤害未遂定罪，判刑5年。检方不服提出上诉，互最高法院驳回，即判刑5年定案。超商门口食薰防阻挡，有性男子攻击女店员的面部，甚至乌伊目睭。这件发生伫去年9月乌眼案，有性男子一直审以伤害同伤害未遂的罪行，判刑5年。检方不服，以有性男子犯后态度无甚好，慢慢甲受害的店员达成和解，认为二审量刑无符合比例原则甲公平原则来上诉。不过上悬法院认定检方所提出的毋是上诉第3审的合法理由来驳回，全案判刑5年确定。迄不上轻啦，迄上轻啊，判20年，判5年个钟啊，惊人个。因当啊40-50岁人，力还佫该拖把，啊，拄个报阮的隔壁，啊，我啦，啊，囡仔咱会惊，啊，大囡仔吼，咱也毋敢互带厝，伊若伫厝吼，咱无伊的力。5档的刑期，当地居民普遍认为伤过轻，烦恼有性男子拐了回来，因为厝内人拢已经搬走，无人甲伊照顾管束，颠倒变成地方头疼的人物。伊刑就判咧5档，讲安尼就上悬就5档，啊无你就看伊5档出来，会当看，且去带在咱的政府的机构里。应该在疗养院静养，再慢慢的去调一下心境，再来慢慢接触人群，这样。民众烦恼出入的安全，嘛知影袂当影响人权，因此会由村长代替向县府等相关单位来提建言，希望透过专业的辅导、陪伴等等的积极作为，降低伊搁再犯的几率，互村民会当安心。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在印尼发生大地震，有一个5岁的查甫囡仔跌伫咧放入来厝壳内面，经过3工外竟然无死，已经抢救出来了。不过伊厝内面的人就无遐好运啊，伊的爸爸妈妈抑个阿嬷拢已经过身。印尼官方公布的地震灾情，已经有271个人死亡，但有100人是囡仔，另外抑个有40个人下落不明。也因为这地震发生的时阵，拄好是上课时间，学生囡仔死伤是特别严重。受困3天的5岁查甫囡仔，伫庄仔喙石堆互救援人员抱出来，赶紧补充水分，紧急送医。印尼2月发生5.6大地震，地震发生迄当时，住伫西爪哇西安约镇的查甫囡仔，一家5个人拢伫厝内，最后只有3个人活着。Dari awal kejadian, udah 3 hari 3 malam, baru ketemu tadi siang. Ketemunya itu di lagi ngapain? Pas
Sisinya tuh lagi di kamar atau pipis sama ibunya.另越战真侪人死里逃生，三湖卡蒂尼地震发生的时段好巴肚疼，因为前往病院的道路和土石流阻断，只好随送往临时避难的布棚。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经过3点钟顺利生一名查甫婴仔。Ya saya tuh mungkinlah gempa ini ada hikmahnya bagi istri saya yang sedang melahirkan. Soalnya istri saya tuh ditangani sama dokter-dokter spesialis tuh yang pada bagus-bagus. Istri saya udah keluar anaknya, saya ikut bahagia dengan berkah selamat atas ridho izin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Amin ya rabbal alamin. 印尼地震已经过3天，地震尾达到170摆，其中包括13下大规模3.9的地震尾。这摆地震造成22000多栋厝毁损，有一个村庄，规个村予土石流带掉，灾区拜山，搁开始落雨，增加搜救难度。因为这摆地震发生伫人口密集的所在，加上只有1010公里，造成伤亡严重。官方已经安置61000多人，搁出动大型机区清理土石，到日6000多名救援人手继续抢救。公司新闻牛眼编译。鸿海集团的富士康中国河南电厂厂对2日开始就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事件。风声讲是有这员工无摕到薪水，甚至有好啊人爱甲确诊者带做伙进行，才演变做是冤家相拍。不过中国目前依然是坚持这清零政策，但是这确诊人数一直在增加，亲像2时就增加3万多人确诊。穿白色防护衣的防疫人员、公安也个民众发生冲突，现场规个乱起来。也个不少人爬起的围篱啊，场面强要失控。这场面是伫中国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厂區發生的。根據外國媒體的報道，富士康鄭州廠最近這幾天發生暴動，大省是2日暗時傳出有部分員工無摕到薪水，後來有人講是有員工感染到，煩惱已經會斷開，真濟種的講法，所以才會發生這個衝突事件，甚至佫引起國際的討論。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有關的情況，這個也不是外交的問題。鴻海集團23聲明，公司的電貼依照合約支付，新進的員工嘛無甲捌確診的同事做伙帶，會持續甲員工以及當地政府溝通。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無斷河，2時通報新增加3.1萬外例確診，突破3萬大關。中國的官員2日指出，疫情在部分所在擴散的速度變緊，也增強防控的難度。自11月1日以來，全國已經累計報告了25.3萬例的感染者。近一周平均每天報告是2.22萬例，較上一周增長了1倍。I think they're overambitious to keep the cases down, and therefore they have to resort back to their lockdowns. They have had very small numbers of deaths. It should be the number of deaths that drive the decision to have a lockdown that has so much collateral damage. 除了鄭州以外，上海面臨確診個案有超過80%甲外省市的疫情斷開以及人員流動因素相關，所以防控也持續加強。到目前也是堅持清零政策的中國，確診個案線一直升懸，因為防疫所造成的壓迫行為，也讓未少所在發生真濟衝突。記者綜合報道。美國電動轎車的廠商特斯拉拍算要佇亞洲起廠房，這南韓總統尹錫悅透過視訊，甲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會談。馬斯克表態，南韓有機會成做大型設廠的國家之一。不過2年前，特斯拉佇南韓發生過一戰車禍，因為這車門無法度對外口拍開，延誤救人時間，造成車內面的人死亡。也因為這款設計要佇南韓設廠，可能會引起爭議。透過視訊，南韓總統尹錫悅甲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會談。美國電動車廠商特斯拉計劃佇亞洲建立超級電動車生產工廠，和尹錫悅邀請馬斯克佇南韓設立工廠，佮表示想要照世界標準，放寬不利佇南韓投資的關節。We're giving it very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think Korea is one of the top choices for us. 馬斯克嘛表示，會綜合評估亞洲後生國家的人力資源、技術甲生產環境，再做決定。佢講要加強甲南韓企業的供應鏈合作，計劃要採購南韓生產零件機械，為今年的57億美金增加到明年的100億美金以上。
到时阵2档进前，伫南韩发生的特斯拉地面车祸最近嘛要开始审理。当时是特斯拉 Model X 的汽车伫停车场失控弄壁了后起火，互有名的律师嘛是南韩前总统文在寅的好朋友因此死亡。检察官控告斗相共开车的驾驶过失太重，也搁驾驶煞指控这是因为特斯拉的车辆失控加速。 그냥 뭔가에 확 휩쓸려가는 느낌. 그러면서 가속이 확 붙으니까 저는 깜짝 놀라서 브레이크를 밟았고 브레이크를 밟아도 제어가 안 되니까 另外，车门无法度为外表拍开，欠缺安全的设计，但误抢关才造成律师死亡。这场车祸嘛，标出相关的问题。根据韩美自我协定，特斯拉免遵照南韩的汽车安全规范，嘛是唯一免交出车载诊断系统数据的车商。 육안으로 검사를 해서 여러 가지 결함이라든지 이런 문제들을 확인했다라는 것은 根据统计，特斯拉2021年伫南韩销售的车辆达到17800多台，即卖因为韩美自贸协定无法度规范，安全纪律恐惊会引起社会争议。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 苏格兰独派争取脱离英国的这部分的是搁再受到阻碍。英国最高法院拜三裁定，无经过国会批准，苏格兰是袂当搁再举办第2届的独立公投。苏格兰的独立大臣斯特金表示尊重法院裁决，但是袂放弃独立的机会，也强调后届大选就是选民表态时阵咯。 苏格兰独派争取脱英，又搁受到打击。英国最高法院23裁定，若做伦敦国会无批准，苏格兰政府袂使举办独立公投。首席大臣斯特金回应讲，尊重法院的裁决，但佫袂放弃互选民表明态度。 The next national election scheduled for Scotland is, of course, the UK general election, making that both the first and the most obvious opportunity to seek what I described back in June as a de facto referendum. 斯特金原本按算明年10月举办第2届独立公投，不过气候当年加拒绝，才转向用司法解决。即马最高法院的裁决，二次公投一定爱法庭。英相苏纳克是讲，即马上界重要就是做伙解决国家爱面对的问题。 And I think that the people of Scotland want us to be working on fixing the major challenges that we collectively face, whether that's the economy, supporting the NHS, or indeed supporting Ukraine. 不过，对苏格兰独派人士来讲，法院裁定互因寻求独立的决心更加坚定。 Not terribly surprised because there are British interests at stake here, and Scotland's democratic interests will always be second. Just very, very disappointed. We're really just going to have to keep on fighting on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get there in the end. 苏格兰捌伫2014年举办独立公投，迄个时阵超过50%的选民无同意脱离英国。不过，挺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认为，伫英国脱欧了后方向转变，二次公投的时机已经到啊。不过，当然加坚持，苏格兰选民已经表达过意见，短时间内无适合搁举办公投。媒体是分析，虽然苏格兰人大部分偏向留伫后面，不过对是毋是脱离英国意见也是无同，也未形成共识。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中华县第3选区有一个姓施的县议员候选人，甲伊的老爸去互中华检方查出讲，因用赞助的名义替共选区的村里长，也佫有代表候选人做文宣，而且要求因着爱登票来支持。检方认为这甲现金捐款有贿选的意涵。23暗时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另外，伫台中中华共款有查到这迁户口为着要投票证件。 中华县议员参选竞争激烈，伫第3选区传出有姓施的议员候选人，甲伊的爸爸以赞助村里长向顶代表候选人文宣品的名义，实际上进行白条卡乌西。中华检方23暗时依照违反选罢法，将2个人申请羁押。23暗时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要求其等为投票权一定之行使，而为贿选之不法行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 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
检方查出2个人虽然是以赞助文宣品的名义，实际上是高府家己为共选区的另外5个候选人所订制文宣，顶有是现金乌西，当时约定爱投票支持伊当选县议员。这个候选人4年前嘛参选县议员，当时虽然顺利当选，不过检方查到伊的爸爸选举期间对专项以发放工作费的名义贿选，被判当选无效定案。这届又搁传出贿选，也互地方一直议论。中华县选委会表示，因为判刑也未确定，这个候选人的资格也是无受影响。羁押只是一个动作，也没有经过地检署起诉或者是法院判决，所以到目前为止，到投票日为止，没有影响到候选人的资格。中华检方表示，截至日时有犯罪嫌疑的贿选案件有236件，另外进入侦查阶段有101件。目前已经有一个候选人5个条卡互人羁押。另外，台中检方伫和平区甲东市区分别查到有现任里长甲里长候选人牵涉到假签刷户口得到投票权，相关人士获审了后交保也是请回。中华检方嘛查到彰化市一个县长的里长候选人，找16个亲友签刷户接到选区内，涉嫌妨害选举的公正性。检方询问了后，县长的候选人甲3个选民以2万至6万交保候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拜六要选举，全国私校工会接到私校老师陈情，讲学校伫咧选举当天有原有安排课程，恐惊影响到教职员的投票权。教育部长潘文忠强调，伫国定假日安排课程，本地就无符合教育部的相关规范，而且搁再影响到这公民投票权有法律责任，会通知学校赶紧改善。学前明年1月下旬登场，有的私立中学伫11月了后，会当讲逐礼拜六安排自习也是课辅。全国私校工会最近接到私校老师陈情，116地方选举学校照排课，其中东海大学附中除了高三、国9也有半日课表。私立中学利用投票日来排课，妨害教职员跟学生的一个投票的权利。上一次的选举也有学校来投诉。学校伫投票日有安排课程活动，教育部长潘文忠强调，国定假日袂当排课程，已经抵触教育部相关规范，更加影响公民投票权。因此而去影响到公民的投票权，这个还会有法律上的一个责任。那教育部会尽快的再来周知我们各级的学校提醒哈。潘文忠讲，会赶紧去通知提醒学校，爱确实互公民有投票权益。私立东海大学附中回应是假日开放教室，互学生自由参加，导师申请日校辅导无强迫问题。那么，因为我们都是自由参加的性质，也没有在上课程或是什么的，都是以学生自习或复习为主。老师觉得权益有受到影响的话，那这边我们当然是要尊重老师的自主性，还有他的投票权益。已经发公告说，我们这个礼拜6就暂停。东海附中表示，已经通知全校师生11月2日停课1天。也毋过，私校工会强调，这是事件爆发学校应用的讲法，而且毋那是东海附中。附中伫拜六违规排课已经真侪年啊，一直拢无看到改善。教育部应该硬起来，积极争取追究责任，附中办学才会当正常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这九合一大选呢，有的所在是战甲热扑扑，不过有一寡所在比较较冷清。来看到高雄的选战，这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关智温推出竞选歌曲 MV， 唱出这少年人上班吃头路的心情，强调讲伊若上任会来创造这高雄的就业机会，让少年人回来到高雄吃头路。另外，要来争取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是推出科技风格广告，要呈现未来高雄是一个有科技而且有人文素养的都市。记者列队迎接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关智温，24号一透早甲左南议员候选人伫淡水溪扫街展现女性力量。每个人都想回家，都想陪伴自己的父母亲，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孩子他能够在高雄安居立业的这个程度，能够赶得上父母亲衰老的一个程度。大选伫要到，为着冲关票数，关智温23号推出由在地少年人制作的竞选歌曲，歌词温暖讲出北漂青年思念故乡的心情，呼应政策，诉求青年回来高雄。
瓜子园推出竞选 MV， 要诱青年选票。对手高雄市长陈其迈23号伫左南扫街网络直播，嘛放出4档前唱歌曲红豆的歌声，靠噪音拍清明白。相聚离开，总有时候，没有说会永垂不朽。伫车顶一直会唱，陈其迈透早来到前庭扫街，唱家己的歌声可能会影响选情。陈其迈进前嘛推出真有科技感的广告，用各区建设建筑等等宣传科技甲人文的交汇，讲出伊目睭内未来的高雄。在地或者是旅外的游子啊，关心故乡高雄的未来，那一定要去投票。那假如你不回来投票，那别人就会帮你决定你的未来，还有高雄的未来。那你定也伫高雄一北一南来购票，为选战做最后拍拼。记者陈焕武、柯建准高雄报道。咱来看到台中，这民进党的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和伊的太太做伙来催票，去到南营票仓北屯，抑个北区沿路拜票。因也批评这罗秀燕连选举拢无认真在选。另外，想要拼这连任的市长罗秀燕，今仔日是伫咧潭子拜票，伊烦恼讲这投票率会伤低，呼吁市民拢爱出来投票。大选最后阶段，那了伫台中市全力启动绿色模式。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锁定横跨做南营票仓的北屯甲北区抢票。谢谢哦，谢谢，感谢。沿路支持者大声喊加油。选战最后时刻，蔡其昌拍出感性诉求，除了感谢家后，搬演分身，行打台中市区主要市场求票。公告对手蔡其昌再度炮灰金饼，批评连选举都无认真。你要当一个认真的市长之前，要先学会当一个认真的候选人。那如果你选举都咿呀哈都不认真，像卢市长这样到处在外面，不拜托自己的市民，拜托其他县市的市民，我认为他就是不认真的候选人嘛。新旧连任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同款强打绿战，二是锁定台中后里甲潭子大扫街。罗秀燕比爱心手势，民众也比 OK 回应。市长只有妈妈好，投3号卢秀燕。连续几日天车扫行程，罗秀燕行遍各行政区，强调依照家己的选战步调安排，无看到对手有分移动大卡加持。不过罗秀燕特别讲，看到今年的选情令加上天气因素，投票率比往年低。我有点担心这次的投票率，那因为这个上一次的市长选举，台中市大概67%左右，那这次。因为这个各种原因的关系，可能选情没有办法像上次那么热哈。那一般预估可能不会超过65%。双方呼吁选民出来投票，也把握最后时机，全力冲关家己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选举，伫咧选举的时阵呢，沿路的文宣是插加5花10色。伫宜兰就民众检举讲，这候选人的旗仔是乌白四个插，甚至佫插伫咧路票顶头，甚至是凭这青红灯佫较悬，已经影响到行车安全。选委会强调有先可抗，目前也拢改善了。候选人的旗仔就安尼插伫路牌顶面，甚至有的白底甲红彩灯较较悬，互宜兰用路人批评，会影响行车时速。因为我们的视觉会往上看、往下看，会不会觉得很危险？会。选举期间，各层级候选人伫宜兰街路4月插旗，无论是电火条啊、行道树桥顶、路口西湾的所在、交流道的草皮拢红插，有民众批评，唔拿破坏景观，更加制造一堆无必要的粪扫。那一方面，我觉得旗子这件事情，老实说，每年我们都在想说，做了这么多旗子之后，后续这些旗子结束之后到了哪里去？它是直接丢掉、烧掉呢？它是不是造成一种资源循环的浪费？根据宜兰县竞选甲罢免广告物设置管理规则规定，候选人除了风景区、公园机关甲学校参公车站牌，公路两边前50公尺顶地点袂当插旗，也袂当封盖交通号志库示公明。候选人也爱伫投票结束7天内清除所有广告物。都是会先请我们监察小组委员到场然后如果发现确实有疑似违规的话，会通知候选人来修正。县选会回讲，确实有收到民众检举竞选旗仔有违规设置情形，因过经过监察小组到场看到了后，候选人拢已经陆续配合改善，目前还未有妨开发的违规案。那候选人无愿意配合改善，会当依法相关处100万的罚款，呼吁候选人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阿里山有新木山明水秀是好佚佗。讲到这阿里山林夹铁路，这个铁轨路跨度是762米的。伫英国也有一条是同款跨度的铁轨路。这两条铁路伫2017年结做是姊妹啊这铁路。这个月底呢，有50年历史的柴油机关车 DL34准备要去到英国，代表阿里山森林铁路小介台湾林夹铁路的特有文化。林务局的局长甲前英国在台办事处的处长，做伙甲代表合作的证书挂伫车尾。这台阿里山林铁机关车 DL34，准备月底要坐船去英国，争做阿里山林铁的国际交流代表。我们可以把阿里山林铁的这个机关车商借到英方，在那边动态的行驶，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英国人民认识或知道台湾的阿里山林铁，进一步的愿意到台湾来观光。英国威尔斯的威尔普兰菲尔铁路的铁机，因为从阿里山林铁边看，拢是762公里的铁轨，而且同款有等越和上架的路线，所以伫2017年，双边是结作姊妹铁路，嘛开始讨论互相交流的合作。阿里山世界卫生协会表示讲，希望这是一个开始，互阿里山的景观，互世界看到。希望讲会当中央会当真正来加入咱真正的国际组织，像那UNESCO，那增加我们的国际能见度，以后咱也要推上世界遗产，嘛较有这个可能性。这个有50档历史的阿里山林铁机关车，要透过海运的方式去到9900多公里远的英国。林务局讲，目前甲英国迄边正在讨论伫英国的行销计划，希望会当对疫情等好和国境开放，使英国当地的民众来认捌台湾的阿里山林业。记者林伟定报道。伫咧云林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县要到2成，是全国会数第2悬的县市。人口老化问题也造成这农业欠工是愈来愈严重。真侪农民80多岁啊，还阁伫咧参与做事，因也希望讲少年人会当回来斗做，也呼吁政府要重视农民退休的保障。无你做是做偌久哈？哦，做足久的咯，从小就做，一直做。就算外口风真透，天气湿过冷，农民依然伫田里无用种蒜头。上细甲看，咧做事的拢是老大人。云林是农业的主要县市，不过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全县的19.9%，是台湾高龄县市排名第2名。因为欠少年人做事，农业劳动力老化的问题是更较吃力。拢老啊，无法力啊。为个食到改道啊，伊讲伊限制旁无法力啊。想讲我嘛唔知，我都搁做10年了，无，因为我像阮拢即马摇足久，阮拢大家拢下摇大呢，阮这大家拢下摇大。你请无工的时候，我家己很点想讲，做事敢若很。足无路用，比食头路人较我无路用。伫土库种蒜头几若10年的农民王立钦表示，即马有咧做事的差不多拢70-80岁之缘。虽然家己嘛有囝子，不过因拢无拍算要做田，所以若阵需要人，就爱请义工。少年的，除非讲伫外口做了无啥好的，伊会转来试做事啦。若有趁着钱，伊就搁做；若无趁着钱，伊就嘛是会卡卡。甲落跑啊啦！有的农民做到80多岁，身体袂堪折才退休。不过退休了后，煞无法度负担经济压力。王立钦希望会当有更较侪少年人愿意回乡种田，嘛呼吁政府就要注重老农民的福利甲保障。缀我会发工人为因说30-40岁，缀我即马缀啊有80多岁退休的，也有70多岁。较久无法度啊，开刀啊，年老以后因即马拢无法度创啥物啊，有时要讲伸手嘛无呢，所以我觉得说真的要多照顾老人。农业是台湾产业结构当中真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因为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劳动力短暂，现此时囝生少的状况嘛真要改善，人口的问题恐惊是各界拢真要紧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社会局推出一款老人文康车，这车顶有真侪娱乐设施，会当驶到庄头内面，提供社区时代一寡娱乐，也安排一寡正新鲜课程。虽然当着这疫情，不过这10台的老人文康车也继续拍拍走，受到正人的欢迎。心爱的你
一条爱情的车车，和时代拢对伫摇摆。这毋是卡拉 OK， 是台中市社会局推出的文控车，要提供老人娱乐。拄到疫情有关服务，就是希望和时代做姨娘出门来活动。疫情唔敢出来，了后来遮大家聚会，老厝边啦，才找到啦，帮助大家吼。有的时间让我行出来，跟大家做伙。我们也期待长辈能够走出家门，然后跟其他的一些据点伙伴跟长辈有一个良好的互动。那一方面也是降低孤寂感，然后也可以降低长辈独自在家的一个情况。伫这期大厦文控车辅导团队的协助之下，这只老人文控车佮变做防疫的宣导车，放卫生教育的影片互时代看，而且佮安排趣味的手工课，互时代袂无聊，佮会使学新的物件，互因活动脑筋，才袂失智。回乡到咱以前做囡仔时代迄种的趣味的情景，佮出来安尼啦。是依照老人的需求去进行安排，那也针对不同的社区给不同形态的课程。那所做的课程其实可以在提升他们的手眼协调能力，也可以在提升他们的专注力，其实就是延缓失能。目前台中有10只老人文控车，继续伫咧市内600多个社区提供关怀服务。毋望时代伫疫情期间，同款保持身体健康、心情快乐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今日发表甲自由思想基金会合作出版的《石安山政治案件研究》，透过考述历史等等的资料，了解威权时代的宗教迫害事件。高校一本威权体制 VS 宗教信仰，讲述1960年代至80年代的石安山政治事件。国家人权博物馆甲自由思想合作基金会做伙出一本研究，透过解读档案资料，追溯威权统治时期宗教信仰受到迫害的历史情景。我们透过档案发现，这是国家政策介入的结果。也就是喜安山的，我们看到什么户口事件啊，什么桃园机场事件，实际上是政策所导致的。回顾石安山事件，自1960年代开始，基督教信仰教会自强开垦，号名石安山。不过当时的政府所对因的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展开专案调查，甚至系统性驱赶、三线冲突。研究团队自2017年开始做相关调查，甲考述历史，经过修改整理，最近才完成。那时候台湾省警务处对新约教会1960年代的对新约教会，他的抱持的想法就是3个。第一个可能是共匪组织，第二个迷信邪说传播不当，然后第3个就是很容易影响青少年的心理状态。这个新册收录真侪石安山信仰教会保有的珍贵资料，甲相关人士的访谈，希望大众通进一步知影威权体制对人权的不当侵害，嘛希望各界知影宗教自由的保障是普世人权价值。记者点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5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